怎么不带我送你那幅啊？那幅好看。对了，累的话收拾好了早点回去吧。晚点我让司机去你的公寓楼下接你。好好打扮一下，穿那件我送你的深 V 的连衣裙，很性感，我喜欢。哎，谭总，那个依然才刚来，对公司流程也不是很熟悉，要不然不多做的话，永远都不会熟悉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你好，请问谭总在家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是谭总的身份证，公司的年审结束了，麻烦你把这个交给谭总。好，你进来坐会儿吧你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来，身份证。你平时怎么也不出去玩一下啊？每天好多事儿要做呢，你以为管理企业很容易啊？忙，忙都是借口。那我爸原来还忙呢，他跟他那些老同学、老战友都关系好得很。你就像个植物人，我像植物人。可不是吗？虽然现在这里是你家，可你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平时做什么都是安安静静的，也不说话。看个电影，一个姿势能好几个小时都不换一下。有时候不是看到你在眨眼睛，我还以为你没心跳了呢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当然有了。你说咱们也没差多少岁，你怎么跟个老爷爷一样？只要你少给我添点麻烦，我想我能快乐起来。我才没给你添麻烦呢，我能帮你，别的我不能打保票，但是让你快乐这事儿没问题。来来来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少宇快过生日了，我看他平时也挺孤独，没什么朋友，想弄个生日 party，你们都过来让他高兴一下，我也比较好意思住在人家家嘛。行啊，挺有心啊，连少宇生日都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看一下啊。回来吃饭吗？谁啊？哎，那什么，我奶奶。你奶奶多大人了还没断奶呢？你现在喝奶呢？奶茶。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人少宇过生日，去不去？你们商量吧。要我说吧，咱别去了吧。咱跟少宇不是一路人。咱们骑自行车，人家开兰博基尼；咱们吃烤串，人家吃鲍鱼。咱干20年都买不起人家一厕所。咱们就这么过去了，人以为咱巴结他呢。你说你也不争气，本来你是咱们班唯一能跟他抗衡的，你就跟你爸闹僵。我说你怎么老是灭自己人威风，长他人志气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奋斗20年就买不起兰博基尼？你怎么知道天乐哥靠自己就没法跟他抗衡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显得失败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谭少宇这种人。哎，你看，这窝囊劲儿又上来了。你说我怎么说你天天的？行了，都别争了啊！我是觉着呢，谭少宇吧，性格一直很孤僻，现在搬一大房子里也没人理没人找的，挺可怜的。那是你赶上了，谁知道晚上多少姑娘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。哎呀，行了，既然天乐哥都这么说了，咱还是就去吧。不过咱仨大光棍去，是不是有点寒碜呀？这要是能带个姑娘，是不是就好点儿？哎，咱们仨里边可就你女人缘最好了。对，这面子咱可不能丢，交给你了。成，那我
想想办法。不是，你没事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买衣服。给我买衣服？对，我看你平时上班挺辛苦的，而你上班不得有点好衣服呀，是吧？哎，到了，就这儿。哎。来，我给你比划比划，看看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条还真行，喜欢吗？喜欢吧？哎，那个服务员，等会儿，买之前你得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送我这条裙子啊？没为什么，我就是想送你条裙子。不可能，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殷勤过。说实话，我不怪你。哼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有一哥们儿呢，过生日。我答应人家呢，说要带一美女去。你说我身边哪有什么美女啊？就想请你帮个忙，参加我这哥们儿的生日派对。这忙我还真帮不了你，这么简单不可能。哎，别！你看，这衣服我买给你当一个礼物，就帮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行不行？我真的帮不了你，你还去找别人吧。这条裙子我也不能收，拿人手短。我走了。哎，不是那什么，依然，你这事儿。一点商量没有吗？来，你坐下。哎，我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你就别磨我了，我真的不能去。再说了，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，去了怪尴尬的。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了。这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哎，磊磊你认识吧？就我自行车店那小伙子艾宝，我跟你说过800遍了吧？我大学同学。哎。过生日这人你肯定认识，谭少宇。谭少宇，就是你们公司最大那领导。上次我还说你需要的话，我帮你打个电话，帮你关照关照那人。你看啊，多好一机会啊！我带你去，你正好正面的认识下人家，以后在单位呢有什么事儿，就好照应啊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我这都答应人家了，我要带不去一个美女级别的人，我多没面子呀！啊？你真的答应人家了？真答应了。那行吧，就这一次啊。哎，对了，这衣服啊，我自己做主，就给你买回来了。来，收下啊，下不为例啊。依然，好了没有啊？该走了。啊，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哎，挺好，那就走了啊。哎，天乐，我想了想，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？什么身份？当然是我朋友了。你觉得我拿得出手吗？你看，何止是拿得出手，太拿得出手了！你这就叫燕京四座呀。那这一次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吧。啊？你这什么女？在聚会上让你的朋友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。这不合适吧？这。那行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算了，我就是一想法。哎，不，那个合适，你想法不错。那个我就是怕你这想法，你自个儿受委屈嘛，是吧？我这一直都麻烦你，你好不容易让我帮你一次，那索性就帮到底呗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我明白了，恶作剧是吧？哎，想也挺好的。这李爱宝啊，傻，骗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哎，估计那谁也行。
地儿太爽了。哎，买的什么呀？你看坏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看了多少钱？一个。下血本啊？你这是？不是好久没见了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依然。你哪儿找的？什么哪儿找的？住我家的。住哪儿？我家。我是天乐的女朋友，你们好。哎，哎，你藏得挺深呢你啊！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哥们儿长脸吧？啊？안녕하세요。你那个依恋，来，看看。哎呦，怎么还真不高兴了呀？啊？谁惹你不高兴？你告诉我，谁让你不高兴了？咱就让他不高兴，好不好？有这么教孩子的吗？把人教成流氓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呀？啊？我就看出来了。你说，你怎么让我们依恋不高兴了？啊？人家这么讨厌你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明白了，肯定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，你嫉妒了，是不是？天乐，哎，你为什么接我迟到了？啊，我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吗？哎，咱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这样不好啊，咱叫阿姨。哎，姐姐啊，叫姐姐。老太婆，哎呦，你看，怎么还真生气了呀？啊，哼，你悄悄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？啊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咱也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呀。这么说话，他该不高兴了，他该伤心了，好不好？就算他长得老了点，谁老了？我比你年轻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看看，咱俩这长相明显差着辈分呢，是吧？还要告诉你啊。永远都别跟孩子置气，跟孩子置气，你这智商从这儿吧唧就落到底了，知道吗？还有告诉你，跟孩子置气永远都是你输啊！天乐，哎，他是谁呀？你怎么没和依然一起来接我？小朋友，不许叫我老太婆，要叫我阿姨。哎，对，阿姨啊，姐姐。姐姐啊，知道了吗？你就是老太婆，丑八怪。啊，姐姐。老太婆。哎，那个依然啊，对，接着了啊，那个我们马上到你那个楼下那咖啡厅咱碰面啊。不许叫我。好，挂了啊。老太婆。姐姐。老太婆。哎，行了，好了，不吵了，乖啊。那咱们去找依然去，好不好？谁说我老？你还不知道看的我，还以为我是18、19嘞。对，你本来就18、19啊，别拿那照了，那把你照老喽。你根本就没有依然好看嘛！林天乐，你不许喜欢他。啊？我。哎呦，你这么小就知道听姐姐吃醋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吃醋还要多。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嗨，梅小姐，你怎么也在呀？我今天跟天乐在一块儿，就一块儿去接了依恋。依恋，我今天加班没能准时去接你，不过好在有天乐跟这位姐姐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呀？天乐哥哥，谢谢你接我下幼儿园。哎，怎么就谢我一人啊？啊，
人姐姐跟我一块儿接的，你怎么不谢她呀？对呀，我特地去接的你。我本来和天乐正在忙正事儿，一听你没人接，就赶紧跑过来了。你是不是要谢谢我呀？我要吃冰淇淋。依恋，真要吃啊？那走，帮你买去来。那边。依恋挺可爱的啊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呢，你看小孩真的不能那么宠，他现在年龄还小，以后还要上中学、小学，这种脾气肯定得受人欺负的，是吧？哎，她是你亲妹妹吗？是啊，嗯，那你爸妈生你们年龄差得够远的呀。爸妈年龄也大了，也带不了他。你说你把他带出来，你还要拼事业，也管不了他，他也挺受罪的呀。啊，当然了，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关心天乐。天乐平时也有自己的事儿，也不能随叫随到，你说对吧？对，以后我会跟天乐安排妥当时间的。好吃吗？天乐给我买的冰淇淋最好吃了。真会说话。你是不是个乖孩子啊？我是乖孩子呀，怎么了？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跟那个老太婆起来结婚了？人家不是老太婆，人家有名字，人家叫梅兰妮姐姐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管她叫老太婆呀？不喜欢。我只喜欢你和依然一起来接我。那我问你啊，那你是不是乖孩子呀？当然是啊。那我觉得啊，今天依恋呢做的不对，不能给人起外号，你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人喜欢你才跟我一块去接你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待会儿我觉得你回去了，你得跟梅兰妮姐姐说声谢谢，行不行啊？你刚才说了你是好孩子吗？啊？好吧。那行，来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啊！哟，还盖个章啊？行，好嘞。那咱一边吃一边往回走。行，走，真是乖孩子啊。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谭少宇的女朋友吧？对，那个我只是出于关心天乐嘛。再说天乐也是少宇的朋友啊，高兴了。我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林天乐的女朋友，我又这样关心天乐，所以你就觉得有点不高兴。我很理解你的担心，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天乐呢，他人好又很仗义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还需要你们多帮忙呢。会的，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。我跟爱宝、雷雷他们相处的都很好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谭少宇。就我男朋友那天你见过的，他脾气有点怪，可能不太好相处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你在他身上多花点心，你们俩一定能相处得很好的。回来啦。好吃吗？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你是不是得谢谢梅兰妮阿姨呀？谢谢姐姐今天来接我。哎，这就乖。哎，依然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帮你点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回家吧？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回家了。成，回家。来，我给你拿书包啊，咱们把书包背上，走吧。回家了。刚跟依然聊天，我觉得特别多疑点，咱得好好查查。知道了，第
低调啊，稍安勿躁。天乐，吃晚饭了。哎，依恋呢？他可能白天玩累了，这会儿睡着了，等他睡醒再吃吧。是玩挺疯的今天。你跟谭少宇的女朋友熟吗？不说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跟你提个醒儿，别跟人家女朋友走那么近，省着别人说闲话。哦，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其实那天咱们去谭少宇家，你同意让我做你女朋友，我还以为你是想借这个机会跟我表白呢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回报你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这事儿算我没考虑周到，下不为例，对不住啊。喂，哎，好了吗？没问题呀。千万别让他起疑心啊！跟踪这种事情需要高度技术含量的，你得保持距离，并且随时要找到掩护。哎呦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听这动静，他应该出门了，我赶紧跟上去了啊。行，带上相机，要物证啊，物证。我知道。喂，怎么样？到他公司了吗？啊，我已经跟到公司门口了，我用跟进去吗？跟进去呀！还有呀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学生在一起的没有依然。高中我也查了，也没有依然。依然没有出过国，那他和少宇就没有同学关系啊？人怎么认识的呀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啊。林先生你好。哎，您是来找谭总的吗？我找谭少宇。啊，好的，帮你转接。哎，别，那个我找他没什么大事儿，想给他一惊喜，那个不用惊动他啊。好，那要不您请便。哎，好嘞啊。
哎，干嘛？偷拍呢？没有，你这儿景儿挺不错的，我取点景儿，以后万一拍什么片子，我来你这儿拍，挺好的。前台说你来了，找我干嘛？我找你吃个饭。走吧。走啊。鬼鬼祟祟。没有，就这儿景儿不错，挺好的。我就不吃了。公司下午有会，吃多了的话犯困。哎，我发现你吧，有时候对自己啊挺狠的。哎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你一天背80个英语单词，一坚持就是4年。哦，还有一回，大2查出你什么腿上有那个软骨症是吧？带了一那叫什么来着？密不透风，跟盔甲似的，整个一夏天24小时摘都没摘过。所以啊，这很多人都觉得我怪嘛，不好相处，不合群。但说到这儿，天乐，我挺感激你，这么多年一直做我朋友，就你受得了。至于爱宝这小子，在背后怎么说我，怎么想我，我全都知道。哎，他吧就是性格比较直，但是真没把你当外人啊。这么多年了，谁不了解谁？没往心里去。没往心里去。哎，过生日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，还让人家梅兰妮给你组织？跟依然什么时候结婚？你跟依然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这美兰妮吧，最近也挺怪，神神秘秘的，抓不着人，早出晚归。我就寻思着吧，是跟你走得挺近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你就出国了。这几年呢，咱也没联系，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听你提过呀。不是，刚才呢，问你跟依然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提个醒，你这快结婚的人，不能什么都想要，有时候想得到的太多吧，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得到。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人得知足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确定答案？公司下午有会，我先走，不等你吃饭啊。我用了1天时间，冒着几次被敌人发现，甚至有可能牺牲的危险，我拍到了这些。都有什么呀？你好好看看呀！哎，在我拍的这段时间里面，谭兆宇一共看了依然16次，依然看了谭兆宇10次，平均每次都看好几回呢。够精确的啊！那当然了，对我来说这都小意思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平均每小时谭少宇看依然2到3次，代表什么呀？哎，这不代表什么吗？准确来说，真的不代表什么。谭少宇看依然的时候，依然是不是都在动，都在工作？在生物界里面，动物对活的食物是有本能的注意的。哦，
搁着你那么说，要是换我坐到姨奶那位上去，谭兆宇也能看我好多次。啊，没准比这还多呢。照你这么分析的话，他俩人就是没事儿呗。也不一定。你说说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？后来吧，我被发现了。啊！但我假装啊，说是来找谭兆宇吃饭的。但吃饭的时候呢，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但是我总觉着啊，他好像在暗示我什么。说什么来着？说的都是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的吧？哎，但是啊，我问他的问题，他都没答；他问我的问题呢，我也没答。但是问题的核心都是依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让你远离易然，然后珍惜我。嗨，什么乱七八糟都是。哎，怎么每次我分析问题的时候，您都带着强烈的自恋情节呢？什么自恋情节啊？我这是严肃客观的分析问题。那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他要你珍惜谁？珍惜谁也不能珍惜你啊！哎呦，你可别自作多情啊！开个玩笑，我还不惜的让你珍惜我呢。嘿嘿，行，那是不是咱们俩的切入点有问题？啊？难不成就这么放弃了？你呀，让我好好想想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回去晚了，谭兆宇要把你解雇了，我告诉你又无家可归了啊！那我先撤了。哎，好好想想。嗨，姐，你去那边忙吧，这我来就行了。哎，您好，我们这儿那新品呢、经典都在这上面呢，您随便点啊。哎，去哪儿啊，先生？今儿这儿不能坐了，等会儿有人包场，您要坐的话，只能去外边了。外边今天太热了，但是这不还有人吗？不，人还没到呢，到了马上就开始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如果你要觉得外边特别热的话，你就只能考虑去其他地方了。抱歉啊。并没事。他再待一会儿可真中暑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可开心了，喝咖啡，晒太阳。
那你姐你不能不管吧？她在那条可待半天了。她静静挺好的。丹姐，要不咱出去吧？你说你们俩一个在外面晒太阳，一个在屋里闷着，这都好几个钟头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弟为什么那么防着我呀？他怎么那么听他弟的话呀？这有些事儿啊，你得自己琢磨，不方便说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。喂，忘了答应我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周末答应我什么来着？行了，知道啊，我换完衣服就过去。好啊，拜拜。我床头柜上的小铁盒呢？什么铁盒呀？小铁盒。什么样的铁盒？你干嘛？你放我！你干嘛？你疯了吧你！谭少宇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吧你！你疯了！一大清早的发什么疯啊？我放这儿的铁盒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这房间只有你和我能进来，你不知道？怎么就我能进来了？不能是贼偷的吗？那么宝贝，干嘛不收好呀？这谁都能拿走，凭什么是我拿的？我不知道。明了你！我提醒你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只是看你可怜才让你暂时住在这儿。但自从我的同情心爆发的那一刻开始，你一刻安宁没给过我，所以，请你现在离开，现在！我早上收拾屋子的时候，把它放在柜子里了，满意了吧？一大清早，喊什么呀？好心当做驴肝肺，怪不得没有人理你，你活该！
谭总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下午要开会，你先准备一下材料吧。啊，好的。不是，您这骑的这是什么？穿的这叫什么呀？怎么样，特好看吧？为今天准备的。好看什么呀？哎，咱这是环湖公路骑车，您骑这个穿这个不等于作死吗？你说这瞎嘚瑟什么？瞎臭美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就爱嘚瑟臭美，管得着吗你？管的就是你。要想跟我们骑这公路，骑我车。我才不要呢，那么难看，不骑。不骑是吧？不骑。不骑，那你回去吧。嘿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的啊！你既然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，你就得遵守活动的规定。我给每个人发电子邮件，说好了规章制度，您看了吗？啊，我让几点来，您按点来了吗？我让骑什么车，您骑了吗？你看看人家，人穿什么装备，你穿什么装备，就不穿人家，你穿上我这样也行。你说你这样，你说你干嘛来了你？烦不烦呀？更年期吧你？啊，行行行，你骑不骑吧？不骑。不骑你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。你看，哎，大小姐脾气犯了吗？我就知道你骑不了一圈，骑这车来故意的吧？是不是？故意给我看的吧？你要说你骑不了一圈，你就认怂。换车！扭什么呢？老太太扭秧歌呢？是不是觉得硌得慌啊？明珠顾问是吧？啊，跟你说啊，以后这种车能不骑就不骑，这种车骑多了人就变笨了。你看看我现在骑的，哎，骑这车连平衡都没有了。哎，趁着神志还清醒啊，赶紧回去把这车送人吧，或给别人去，要么就当二手车卖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又干嘛呀？拖鞋干嘛呢？不嫌地下脏啊？不脏，还接地气儿。拿，帮我装着。哎，咱俩聊聊谭兆宇。你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？咱们能不聊他吗？多扫兴啊！我跟你说，谭少宇他就是一怪咖。就是早上我好心好意给他打扫房间，结果只不过就把他一个小盒子稍微挪了一下位置，他倒好自己没找着，都炸了，跟我嚷嚷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找不着好好问我不行呀？服了他了，再也受不了他了，讨厌！哎，他那人吧就那样，你心里呢不知道藏着什么底线啊、原则什么的，不知道你哪天触动他哪根底线、哪个原则，就给你炸了窝了。习惯
啊，习惯就好。还习惯？谁习惯得了他呀？习惯他我都被气死了。行行，不生气不生气，聊点别的，聊点别的行了吗？哎呀，不过说真的，今天还是我们家出事儿以来我真正开心的一天。空气还挺好的。没错，没蒙你吧？嗯。其实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像这么安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。有的时候心情不好，就骑着单车绕着这湖啊转上一圈，真的，心里甭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一下就都过去了。是挺开阔的，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赶紧去找工作。啊？什么？找工作呀！你有合适的也赶紧通知我，我要尽早自立。哟，什么时候变得上进了？以前特爱穿高跟鞋，但其实没什么用，也挺累的。现在真把这鞋脱了吧，才知道着着地气儿是什么感觉。哟，这终于回来了啊！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等你半天了，了解你啊。这我要不找你吧，你肯定不会来找我。什么意思呀？好好交代吧。这一天都干嘛了？把我女朋友拐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您这说的是哪个女朋友啊？别装傻，就那一个，就是那个今儿跟你在一起待了一天的女孩。哎，我今天是组织这户外活动，叫她来一起参加，又不是我们俩人，还整个一车队呢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你什么人我知道，我今儿找你来呢，其实就是给我俩当一个和事佬。啊，他今天跟我说了，你们俩是怎么着？吵架了？你看，还是跟你关系很近嘛，什么都告诉你。是啊，吵架了，这跟我杠上了，也不理我，而且走那架势吧，感觉像是要离家出走。人家是一女孩，真要是离家出走了，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是不是得对人负责任啊？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还得跟人当事人啊当面沟通啊。人家肯定是嫌你管事管多了呗，干涉人自由了。你呀，别老拿你那套豪门深宅的规矩要求人家，那毕竟以前那地方是人家自己家啊。行了，这事儿要不这么着，我做个主，把你俩呢约出来，我跟你们调解调解，好不好？听你安排吧啊。对了，你这跟依然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哦，我就在想，实在不行，你这把依然也就带出来，咱4个一起吃个饭呗。有女孩在，咱沟通也顺畅一点。否则咱们2个男人之间，跟他在那儿没有默契的话，谈崩了怎么办？你说把依然也叫来？对啊。那俩女孩，那调解这种事儿让女孩来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？他俩之间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俩之间倒没什么事儿，就是……哎呀，你就别就是支支吾吾的，给个痛快话，行不行？方不方便？行，方便。你想叫我就帮你叫他呗。说吧，找本小姐出来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跟少宇吵架都吵到一什么程度啊？也没听你说有多严重啊？怎么少宇跟我说你还要从家里搬出去啊？为了说他是吧？那行，咱俩没话，我先撤了。哎，别！人家少宇呢，专门来找我说你俩吵架了，让我呢给调解调解。本来说的都挺好的，突然间跟我说呢，让依然也来，我就有点蒙圈了。你是说一会儿他们俩一块儿来？啊！哎呦，林先生内心够宽的呀，女朋友让别人带过来啊？
能不能别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呀？好了，开个玩笑，咱俩都是看戏的。我不觉得你开玩笑，我觉着人谭少宇没准就是认真的想把你哄回去呢，是吧？我觉得你呢也别跟他闹别扭了，人谭少宇挺优秀的，我觉得你俩就这么幸福的生活下去吧，挺好的。看着我，干嘛呀？看着我眼睛啊，我看着呢。我眼睛看到的，就是我想要的幸福。